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摆一字。有一句话讲，应人较惨欠人，这意思是讲答应人的代志，若是做袂到，心肝头就会袂得过，比欠人搁较艰苦一寡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字就是应读应第二条，某人读做应，这个应就是答应，像讲应人就是答应人。应嘛有许可意思，像讲有应准，也就是许可认可。较早嘛有一个词讲是应答，某人读做稳答，这个意思就是讲点头承认。另外，这个应嘛有关照意思，像讲应头路就是斗相共找头路，可能嘛需要人特别照顾，安尼才有好头路。带大家做过来小解这两个词，头一个读做应人，意思就是答应人。第二个词读做因头路，也就是找头路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比如讲，有一句话讲：因人正正，误人空行。阿明答应要替人因头路，结果煞做袂到。答应人的代志无做，害人白行，家己心肝嘛袂得过，有影是因人较惨欠人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应，另外一个应读做稳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